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台湾金融总会甲台南市政府联合办理的2024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再次回来到台南举办。这次活动主题包含金融知识宣导、金融反诈骗、慈善公益以及市政宣导。除了以上的活动规划，在这次的公益嘉年华，更邀请到侪间台南美食店家来设档，后要来参加民众好食好耍，各当做爱心。现在很多民众他因为这个金融概念不够那可能容易受到诈骗啊，或者是说容易受到一些金融的投资工具往往不很明了，所以造成自己的财务的损失。这点我们慢慢就要一直推动，而且推动正确的金融概念，自然会减少金融犯罪。那因此呢非常感谢金融总会能够携手台南市政府一起来，借着这个嘉年华会，我们可以一起让民众参与的民众，一方面凭统一发票就可以来参与，那这样可以养成正确的财税观念；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借着这个参与，能够吸收更多的正确的金融知识。今年的所有的捐款，还有这个参展的单位都是突破创新高哈。那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是在我们市政府西侧永华中心市政中心的西侧广场来举办哈。那么我也希望呼吁在地的乡亲能够踊跃参加这一次活动哦。那我们的包含很多奖项都是由金融机构来提供，然后都非常的丰富哈。金融总会总共号召20个金融工会、机构以及周边单位联合捐赠240万，帮助台南市一个社会团体。另外，在这次嘉年华活动中所募集到的发票，也将会专数捐予台南的社会单位，显示出金融界对着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也希望将这份爱心持续传达落去。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